君宏您好，这里请坐。阵法很好，请坐。阵法很好，请坐。你好，想向您请问，我父亲给我的房屋权状不见了。唔好，同请教下，我爸本来嘅房屋權狀但唔見咧。唔好，同請教下，我爸本來嘅房屋權狀但唔見咧。請問我需要辦理什麼手續？請問我需要辦乜嘅手續？請問我需要辦乜嘅手續？這需要申請權狀補發。請問您是房屋所有權人嗎？你需要申請權狀補發。請問你係房屋所有權人係嗎？你需要申請權狀補發。請問你係房屋所有權人係嗎？是的，房子登記在我的名下。係啊，屋登記到我嘅名下。係啊，屋登記到我嘅名下。請提供您的身份證和印章，請稍等一下。請本我嘅身份證同印，請等一下。請本我嘅身份證同印，請等一下。最近果園忙嗎？按叫個人冇閒冇。按叫個人冇閒冇。最近忙着採收，比往常忙一些。唉，沒辦法，勞碌命嘛。按叫冇閒採收，比平常時更加冇閒到，冇法度，醫生人勞碌認命啦。按叫冇閒採收，比平常時更加冇閒到，冇法度，醫生人勞碌認命啦。你要知道，勞勞碌碌較有福。好啊，唔愛啲哦，勞勞碌碌人家有福。好啊，唔愛啲哦，勞勞碌碌人家有福。我記得你們家的果園很大。我記得一戶卡嘅果園一塊。我記得一戶卡嘅果園一塊。真的，每天果園都引來一堆猴子。係啊，當一個人都成1000後來。係啊，當一個人都成1000後來。啊，猴子？是啊，猴子跑來偷吃橘子。猴？係啊，猴走來偷時間。猴？係啊，猴走來偷時間。我們的果園都遭殃了。我哋嘅果園做下惡農咧。我哋嘅果園做下惡農咧。那真的是花果山的猴子無法無天。真嘅係花果山嘅猴，冇王冇法。真嘅係花果山嘅猴，冇王冇法。想必造成很大的困擾，你們如何解決？實在很高冇哦，人人愛用選解決。實在很高冇哦，人人愛用選解決。唉，沒辦法，還是要和鄰居和睦相處。冇法度，還係愛同隔壁鄰舍好好傾下。冇法度，還係愛同隔壁鄰舍好好傾下。只好多種一片果樹，和他們分享。只好多種一啲果園，伴家人樂事。只好多種一啲果園，伴家人樂事。你們辛苦了，先和你收書狀費80元。人人辛苦了，先同收書狀費80塊。人人辛苦了，先同收書狀費80塊。跟您說明一下，這個書狀補發審查確認後，還要公告1個月。同說明一下，這個書狀補發審查確認後，還要公告1個月。同說明一下，這個書狀補發審查確認後，還要公告1個月。滿1個月才拿出來登記。滿1個月正式的拿出來登記。滿1個月正式的拿出來登記。登記好了，屆時會再以電話通知您。登記好了，屆時我個用電話通知您。登記好了，屆時我個用電話通知您。了解，請問到時候需要攜帶什麼文件呢？了解，
请问到今晚需要帶乜嘅文件呢？了解。請問到今晚需要帶乜嘅文件呢？领件時，請記得要攜帶這張單據和同一個印章。領件時，請記得要帶一張單據同強壯列印。領件時，請記得要帶一張單據同強壯列印。我們屆時是認這張單據和印章。屆時，我能係印一張單據同印。屆時，我能係印一張單據同印。如果那時候您不克前來，委託人也要帶同一份單據和印章哦。假使到時無法出來，委託人咪要帶了同一份單據同印哦。假使到時無法出來，委託人咪要帶了同一份單據同印哦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我知咧。好，我知咧。記得不要帶錯章。收據給你。記得唔好帶唔確認哦，手機本遠。記得唔好帶唔確認哦，手機本遠。給你一張我的名片，如果有問題可以打電話詢問。本你將我嘅名片，假使有問題是得打電話來問。本你將我嘅名片，假使有問題是得打電話來問。收件單據上有領件承辦人的電話分機號碼。收件單據上有領件承辦人嘅電話分機號碼。收件單據上有領件承辦人嘅電話分機號碼。你在過來前可以先打電話確認是否可以領件。來過來之前，先打電話來確認係唔係是得領件。來過來之前，先打電話來確認係唔係是得領件。好的，謝謝你。好啊，羅蘭遠。好啊，羅蘭遠。